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1，诗篇51篇14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，求你救我脱离害人的罪。我的字要大声吟诗，学习你的义。三角来祈祷，救阮脱离害人的罪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悬、至大、至真、至善的真神上帝，主啊！你有赦罪的恩典，无快快生气，够丰盛的慈爱。也欢喜将百般的福气赏赐予阮，主啊！你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谦卑舍己，为阮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担当阮一切的罪过，互阮的罪得赦免。主啊，这个疼痛是遐尼大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拯救阮，你是救阮的上帝，主啊！阮要专心来倚靠你，求你救阮脱离害人的罪。阮的字要大声吟诗，学习你的义。主啊，阮要尊你最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